来都会太空诶，我就是力争上游。你有买行诶，我太热的时间，我就作为飞总，你跟那好飞的飞总。哇，那太后比较好混是吗？冇啦，都有这样噶，都会太后3年生，我就作为副飞总，嘿，就是诶。做太后用眼这里面是变熟嘞，懂奇怪嘞。我冇认做，人家希阵诶，冇希阵，就是我就想讲诶，我一天会带两那个内裤啊，向下搞到动听路啊，我带去动都会发痛。不过后来我照片现到，原来我买个好搞啊，高中就爱用搞嘞，我喺太好张开始搞。係啦。我冇參加過沙團，不過我做啲分享，我常常參加嘅搞吹嘅事情。那你應該參加校隊的主題啊。冇啊，冇啊，都好我來做嘅分享，做啲堂調嘅啊。我參加國小參加嘅國樂吹，國中參加國樂吹。太好1年生我讀嘅係國術呢，國術就係大鉗係大鉗嘅國術呢。现在当国宝吗？都国开头的。你係國寶。你坐好，唔要多話嘅。你掉下來。其實沙團就係攞補習班相關嘅，你想好默嘅，就嚟去教你默嘅沙團。像我本身就當有戲者，嗰時候我就想過，都得去參加一個美姿美社隔壁嘅客家西沙啦，記憶輝煌社啦，冇錯。記憶輝煌社是什麼？冇錯，就係講基材哦，唔係，嗰種技術，還有才藝，記憶輝煌社。哪片輝煌老嚟講？我就係輝煌嘅本質。即係上主摸誰是變輝煌啦。對啊，你我皮膚黃黃的，是不是？沒灰灰的。到高中嘅時節，我就教佢流行音樂社。哦。係都嘅創歌嘅嘅。哦。重點係一隻社團，我當到講聲。哇！你咩係老八強中你係真嘅會彈嘅，你唔係真嘅會彈。哦，我是真嘅會渣啦。啊，頭擺參加沙團，印象最深刻嘅事情。我叫你。清記得嘅係啊，就係第一任女朋友嘛。真勁啊！高中嘅時節。唔係啦，哦，就係因為社團係表演嘅，我要舉辦成果發表會。跟因為社團冇乜嘅錢，我係社總，就要去總錢，請廠商，請贊助，經營都困難，辛苦係辛苦，不過你出嚟動到錢。我睇辦係大學營業社師姐，因為係學弟嘛，所以佢學長學大白是咪係咪去學會啊？那個佔球場啊？哦，我會等大家攞嘅師姐咧咪之前先就你想買東西啊？唔識他哋，因為睇住架我打籃球冇咩好用咗呢幾片，乜嘅意思啊？咩先嚟嘅？呢度嗰嚟嘅，呢度先係韓國嘅上次簽劇就係講嗬，因為嗰兩時候大學嘛，所以我興趣就去動學，我非常歡迎嗰種動車，係動手，還有動膽酸，冇壓力嗬，冇是上到原本係競爭自家，原本係賺錢，嗰種非常膽酸，哦，單槍係到熱透下嗬，出汗，曬到烏烏，哎樣做，好嘞，因為講到那樣事，歡迎嗰種做小鮮肉嘅師公啦，對對啊，下就係老鮮肉啦，一定會跳起肉天天，要講嘅難談哦，唔會跳起嘅。小朋友，只有講冥冥之中就會有連結咧。像我哋讀過小嘅時節，就實有參加過一個實有參加客家社團啊！你也就同大家講啦，社團你就會學興趣啦，唔係學盡人啦。好得意冇來，好對，兩個社團，韓國兩下冇菜係冇。有啦，係有菜。因為幾衝就幫踢咧。哦有。冇，幾年快好啦，幾年快咧社團要省起來。
菜你已經冇。嘿啦，唔講係知道講咧，像係亞下做動作啦，客家上嘅條路，誒咩大部分係之前是有參加過亞嘅客家嘅沙團，嗰種係亞下假是有名到，客家戲曲嘅時節，就唔會做上分呢，一見如故，冇錯就按你嘅感覺，嗰種條牌貴少參加嘅都係亞下行係有上蹦上天。哦，嘿啦，有嗓子你就會知道。要再來一首嗎？哎，誰唔是？哦，嘿，好嘞，好嘞。當然啦，我都講佢係按好教嘅人。真嘅，我之前去面試嘅時節，佢還冇嗌講，來一團沖戲，我差點要唱說不行，這樣你不會錄取。結果我就同個面試官就講，我唔要沖戲呢，佢懂劇哦，你就講，好教冇教嘿，如果我嘅好教真係冇教，你好教係教 Suspiria 嘅種。冇錯 ，to be or not to be， 係嗰種。哎，梯子。排先。你睇下社團哦，可能哦提提嘅學校稱呼為要哦，就係偏陽慶雙殺。自己最想去參加。係啊，反正係大眾盛名嗰種社團做乜嘅會出現呢？因為假使愛好看喜劇，結果應該好看鬼片，樣板強下看剪刀石頭布哦。馬佐德啊。俺知道俺大擺有個秀啊，所以天然慶雙殺就係讓俺唔知做埋個安樣做，可能俺啲咧總算俺睇你以後上出來嘅，既然佢冇按到天然慶雙殺，既然佢按到埋我是邊緣人設。就係，因為我冇朋友，用個啥咧？哦，我去看天然到睇窮下去看我咧。唔過就係你係做樣片嘅人，當然希望行卡到嘅人啦。嗰種係似我講啦，應該冇去按到天陽慶雙殺，應該按到認真節目欣賞社。我讓大家做得嚟看下嘅節目。好，謝謝你。好，你就要做好。又更無法理解了，無法理解。不過吼，家講到係天然殺，因為佢自己唔好撈配上英雄哈，他自己是邊緣人啦，所以佢要用英雄。你知講好似看。唔過，簡單嘅老太有分享嘛，有人參加社團，很多哋搞到男朋友、女朋友。家庭分享。我冇參加，你冇搞到誒？我冇參加嘅社團啊，佢係素兒沙，比素兒我本來撈到去同佢談唔到嘅朋友，係冇想到去跳舞嘅，停定跳舞，唔係同談唔到嘅朋友向下交流溝通，唔係係愛死來嘅節目係坐到男死來成行，我哋男定向下。用3年嘅，你啊社團都係最強嘅，最嚴到嘅社團，社係呢場。香港最瘋嘅演就會參加了。因為我朋友就想喺同社嘅名來名去啊，你觀眾團就參加。跟住應該可以參加。真嘅，跟用時間去聽講嚟啊。結果比下就一下結婚，用真嘅。自主饅頭啊，真嘅。因為吼，大家可能就看過嘅偷拍嘅相片啦，吼，真緊吼非常嘅蛇氣牛，哈，小鮮肉，哎，真緊動手、動燃刀、動四分、動排頭、動護心，好了，動下皮，所以假使就在機會，我就都轉到偷拍，一聽我參加埋就係健身社，哦，健身啊，對，健身社，因為一上去健身啊，就上去冇動力啊，你做啲抽到一台隊吼，要志同道合，做啲強下去練肌肉嘅同學。朋友係咪都要同練？然後台上有上班，哦，你今天不去你就完蛋。對哦，搶涼水哦，哎，做啲是涼水哦，好好好。來跳一個我想講，好，跟來搶涼水。6千。我去麻將沙，我要去麻將社。誒，今日係愛上班啦，嗬。誒，冇錯啦，因為就像大家都講嘛，就認同需要有人在鼓勵，但你就鼓勵聽聽，還有鞭策概念，就面對啲後輩那邊那個做事咧，叫你嘅時間，誰時間本阿妹安樣對，人家又好咩？難事哦，我一基本唔係揾到什麼3月大雨，2月曬苗，就會講係。所以你啊，哦，你都當日咧當來曬苗，其實3月當嘅，佢後尾2月，哦，佢冇喺做，你就曬苗嘅親戚，佢5月咧做到就冇。係啊，後尾2月喺翕片翕相甜甜啊。啊，我知道啦，除非你唔是講出來。阿盧嘅，冇你咧。我想參加迄個流行音樂社。有音樂社，因為我哋喺個做嘅些咩老音樂唱歌有相關，我哋同校唱歌，因為你喺對那邊學嘅唱歌，當貴呢貴成成，不說假使還有機會轉到學校，我想我用學校給他做資源去學唱歌。我在社團地方都有助夠呢。哎，你做在做俺係沙種，你做在做沙種。賢內助。哎，你先講，你乜做埋個沙種？
苦嘅，有滿個年嘛，人家要揀嘅，後生睇上講要花。